带着感恩愉悦的心情，一起来欣赏由指挥邱品义老师所带领的崇正国乐团精彩的表演。
乐团，谢谢重振国乐团。这是第一首的曲目，第二首陕北四张闹红火。闹红火是陕北地方语，运用并结合腰鼓节奏与笛子朴实的旋律，演奏出喜庆之意。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重振国乐团。重振国乐团。